来看台中市有一个40外岁民众，早起6点外赛车经过西屯的文心路甲青海路口哦，结果去撞入去一个工地，规台车摔落去地下3楼。加在车顶2个人有救出，嘛无性命危险。这个驾驶是有啉酒赛车，嘛已经予以公共危险罪上班。日行道顶悬的条仔，互人弄断去，工地外围墙甲护栏嘛，互人弄破去。出代志经石轿车驶落去工地地下3楼，车头拢总毁掉。台中市29透早6点外发生严重的车祸，44岁姓吴的男性赛车载女朋友，经过西屯区文心路甲青海路口，毋知安怎强向高速撞入去建案的工地，规定全部监视器翕落来，加在无造成过路人甲其他车辆伤亡，毋过煞互附近的住户惊一条。啊那变者，我讲我死了，我是讲那较大声，我讲哎呦，啊这车桥来看者，我要起来10点嘛，对无？要起来，哎呦那大声！警察收到通报，赶到现场协助脱困送医。姓吴的驾驶经过抽血检查，就测达到1.21，有血膜破空、骨头断去的状况。女性身体有刺伤，不过2人拢无性命的危险。工地现场已经有封锁线，家属嘛来了解状况，强调会车吊车来把车刷走。肇事的是成年人嘛，他自己会负责。对啊，我们只是因为他现在人在医院，我们要协助处理这样子，不能耽误人家工程。一部自小客车沿文心路往南，那冲撞人行道后掉进建筑工地，那驾驶及乘客均受伤，送医救治。那驾驶经酒精检测值有超标的情况，那全案将依公共危险罪函请台中地检署侦办。车主赛车弄入去工地，损动内底设施，警方要安怎讨赔？工地人员唔愿意表达意见。警方表示，姓吴的驾驶因为酒测达超标，已经违反公共危险罪，专案送台中地检署侦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